庆节要开始啊！2月22号，请大家来阮岛南来办马铃薯，吃马铃薯。你看有这细个的呢，这是小的马铃薯吗？这是会当吃吗？迄个在电锅吹吹咧。对啊，我就是要扣这顿爱电锅吹吹。对嘿。爱来遐。我知。办的啦。哎呀，我家己嘛协办的。马铃薯粿啦，后鱼啊啦，姜仔卡遐一久要用学啦，嘿。姜仔卡遐。嘿啦。后生的姜仔讨你光苗。我这姜仔足济，我来扣细粒的。好啊，你有够水吼。对啊。你下陪咧电锅吹吹就。啊，所以安尼会当吃。南猪肉落滚嘛好。哦，是哦。你电锅甲吹啊些南猪肉落滚。我就扣细粒的就好啊。好啊。啊，这啦。大中阮请来嘛拢叫伊。伊拢扣这啊？哦，好哦。安尼扣这细粒的啊？啊好，我放这。安尼好。我讲完了。这样很好吃哎，绵绵的。好吃。好吃呢。从刚才那里起哦。系啊，你看你看吧呢，你看嘛，米就像，敢若迄个土豆沙的土豆，真好食。我刚才也要讲好食，啊无咩啦，yummy。还有一个。